退休係人生下半場嘅開始，要為生活帶嚟咗顯著嘅變化，從緊湊嘅工作模式轉向靈活嘅生活方式。成行人生旅程 2.0 人生規劃桌上遊戲可以俾55歲以上玩家參加，經歷退休後人生唔同嘅場景同埋抉擇，一齊預示及體驗生活上嘅挑戰，激發思考及規劃退休生活。遊戲一共有8個唔同嘅角色以及5款卡牌，每一步都決定玩家嘅經歷。遊戲並冇分勝負，而係着重玩家嘅分享及反思，為退休生活及早做好準備，令人生下半場更精彩。立即開始，一齊體驗，開啟精彩人生，轉出無限可能。